各位好，我係小林。今集同大家開箱松屋4款牛肉飯，係咩嘢事令小林有遺憾呢？之後去深水埗地標之一嘅西九龍中心逛逛，呢個商場有咩嘢特色呢？駕過山車仲響唔響度呢？開始之前記得訂閱、撳讚好、分享、追蹤我 IG， 開小鈴鐺，支持下小弟。10月尾嗰陣，同朋友去佐敦食飯。近年佐敦嘅食肆越來越多，又夠集中，我認為絕對係新興嘅美食集散地。其實以前都食過一次松屋，但今次唔知係咪7點太早，竟然冇人等位，而且有我勁中意食嘅明太子。呢度堂食個流程同一般餐廳唔同，係一定要出嚟篤機落餐，之後等號碼出去拎。張枱有齊豉油、七味粉、甜燒肉醬、柚子醬、沙律醬、酥骨醬同BBQ醬，筷子、匙羹、紙巾、牙籤同紅生薑。我就當然係食呢個芝士明太子蛋黃醬牛肉飯。明太子帶有濃郁嘅鹹香味同微辣，再配埋芝士，簡直係雙重口感。明太子嘅份量都好足夠，唔會有手緊嘅感覺，好滿足。朋友就食芝士牛肉飯加蛋，冇額外叫多汁，但係個底都依然有汁，真係唔錯。今餐好滿足，但係唯一缺點係貴咗少少，單係我呢個飯中size就要62蚊。不過啱自己口味就冇辦法啦。11月頭，同林媽去咗長沙灣松屋，嗰時5點鐘，完全唔使等位。我始終對上次個芝士明太子飯念念不忘，希望食多一次。點知竟然賣晒，且其他明太子款式都賣晒，好灰啊！點會咁快就冇咗？計我話應該轉做常規就啱，真係一大遺憾。咁冇法啦，唯有睇下其他款式。我就食柚子鹽醬雞牛雙拼飯，林媽就食香蔥溫泉蛋牛肉飯。雞牛同汁都足料，飯嘅份量都足夠，但係超多蔥，係多得好誇張，想食一啖冇蔥嘅飯簡直冇可能。食飽飯，我哋行咗去黃金同鴨記買啲嘢，就去西九龍中心逛逛。西九嘅食肆選擇多，都比較經濟，以前嘅韓日燒，再之前嘅名將壽司，諗起以前放學過嚟食名將50蚊任食嘅回憶，你哋有冇呢類回憶？歡迎留言講講。響我剪片嗰時，先施百貨宣布呢間西九分店暫定響年底結業，30年嘅歷程到此為止。西九保留咗其他地方賣少見少嘅車仔檔式小攤檔，用平民化嘅經營模式售賣各種商品、食品同日用品等，連占卜都有。高樓層主要係蘋果商場，有大量小商店鋪位同攤檔，連彈珠機都有。講到最多就一定係夾公仔機，數量極多，極密集。
之後睇下扭蛋，呢款日本巴士落車中上網見過，今次第一次見，應該幾有趣。呢款係日本火車音樂，就係火車入站或者出發前嘅音樂，好過癮，而家都有啲心喐。20蚊嘅隨機扭蛋，刨冰機都有。人氣扭蛋，新幹線車站鎖匙扣。上到9樓嘅奇趣天地遊戲機中心，見到呢啲好經典嘅扭蛋機，唔好以為呢度好舊，其實都有好多新機。不過講到最受關注嘅就係停用多時嘅天龍過山車，係全香港唯一室內過山車，據講每個鐘可達25公里，營運咗9年就停用，坊間就引起咗一啲都市傳聞。西九表示只係由於美國曾經發生類似意外，基於安全考慮先至停駛。過山車同路軌而家仍然原封不動，額外增添咗神秘感。溜冰場位於8樓飛龍冰上樂園，入場票60蚊，相對其他商場，呢個價格都比較親民。最後就係西九有個獨一無二嘅特色，就係保留咗好多明星出席活動嘅懷舊照片，記錄咗當時娛樂圈黃金時期歌手演員參與活動嘅時刻。當然而家大家都會更多關注明星嘅造型同容貌，但事實上的確係一個集體回憶嘅載體，保留咗嗰個年代嘅審美同特色，希望可以一直貼落去啦。西九龍中心係一個好獨特嘅平民風格商場，有香港唯一停咗用但原封不動嘅室內過山車，有充滿回憶嘅明星懷舊照片，承載90後嘅回憶。大型連鎖退場，更多夾公仔機出現，見證香港變遷。你對西九感覺點樣？有冇美好回憶呢？歡迎留言分享下。多謝大家支持同收睇，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，訂閱我，撳一撳讚好，分享追蹤我 IG 同開啟小鈴鐺。我係小林，下集再見。